后来，这个全世界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6000万人了。世界卫生组织讲，过去一礼拜增加病例上多，唔是美国，是疫情佫亮起来的欧洲。其中，这个德国已经宣布部分封锁的措施要延到12月20。欧盟提出警告，上好唔通伤紧来放松，也若无，耶诞节一个过，恐惊会爆发第3波的疫情。来看一间德国法兰克福的意大利餐厅，人客坐甲满满。不过你若认真来甲看，伊遐位顶悬坐，竟然拢是鸟形的红啊！Das ist ein stiller Protest. Wir hatten an Teddybären gedacht und aus den Teddybären wurden Pandas, weil Pandas ja gut zur Pandemie passen. 原来这是头家为了抗议政府开放学校甲一般的商店，但是餐厅甲酒吧煞拢袂当营业。不过抗议哪咧抗议？因为德国疫情也未解除，所以总理已经宣布封锁的部分要延长到12月20。伫个单日死亡人数超过500人的西班牙，吉林家司机的生意嘛受到大影响。即马这运将拢开车来首都抗议，拜托政府就要斗3工。Y bueno, el sector del taxi está pues una de las crisis sin precedentes, una bajada de demanda del 80%. Hanos un poquito caso, que somos seres humanos. 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6000万，其中欧洲去互世界卫生组织点名，是过去一礼拜以来新增确诊上济区域。欧盟嘛因此跳出来警告各国，疫情的管制也未当解除。Relaxing too fast and too much is a risk for third wave after Christmas. 来个看美国，感恩节的假期已经要来咯。官方统计已经有超过480万人要等于故乡过节，即嘛互专家真烦恼，烦恼感恩节会变做全美国的感染节。